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日是大专奉献主日，真感谢夏牧师、阁有谢牧师、阁有咱的富强教会咱的兄弟姊妹，会当伫1月份咱就来安排这大专奉献主日。其实这对大专中心足重要，因为咱的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一般咱拢是安排伫5月份，但是其实大专中心的经费是爱需要每一个月拢有固定的支出、固定的奉献入来。今仔日咱的分享中间，我也会邀请咱的大专的学生，其实就是咱富阳教会咱的青年来分享。其实我毋知因会紧张袂我其实咱伫台语场咱要请小汉小汉笑得足欢喜佫有咱的礼物同学，伊要伫迄个华语场的时阵来分享。当然我讲起，我毋知因会紧张袂，我家己是足紧张啦因为我是伫2013年的8月份伫咱富阳教会即个所在举行咱的我的迄个传道书的就任的礼拜所以即8年因为真已經2021年即8年的中間，其實我的服侍我甲大專的學生的互動，阮的宣教以及大專中心的宣教的理念，感謝上帝一直咧變化，但是一直攏有成果。即款的成果意思就是，咱毋是改變人那定抑佫有做出有足濟會當來去互人好的方向來討走的遮個事工。所以確定咱的有咱的迄個大專的同工因的分享，咱嘛來看影片影片嘛內底嘛有迄個咱的事工的方向，事工的方向足重要因為咱攏知方向甲速度無共款方向較重要，速度無遐爾重要。但是速度毋是講無遐爾重要，就無需要速度。意思就是先愛有方向，安尼速度慢慢調。這是我伫大專中心我做學生的時陣我所受的訓練。所以望咱今仔日咱分享咱了解大專中心的事工，咱除了帶導甲支持之外，咱毋若奉獻也影響咱身軀邊這大專的學生。佇未分享大先，咱先做來祈禱。主，阮感謝你，佇1月份2021年又閣開始。當然阮甲2020年同款，阮其實毋知影過來的變化。佇2020年的1月份，阮其實毋知武漢肺炎佇3月份會造成全球全世界會遐爾大的損害。所以佇2021年咱經過敢若大風影的一年。但是佇2021年，阮對未來也阮也無確定。獨阮所確定的是上主你猶原引帶阮。佇你的引帶，阮行阮所無確定的未來，但是阮的心真平安。繼續帶領阮，不管是大專中心的事工，也是咱富陽教會、咱台南中會各教會的事工，主你猶原引帶阮，佇無安定無平安的時。你安定阮的心，平安阮的靈魂，互阮所行所做，主你的引帶，互阮無驚嚇。阮的感謝祈禱，靠耶穌的名，阿們。今日咱所領受的經節是哥林多後書3章12節到18節。我佇我去迄個咱的台灣總會去做迄主日學的迄個分享。這主日學的事工的分享，其實我是用大專中心的主任的身份去，佇遐咧分享主日學較奇怪，啥人講較奇怪？因為我毋是佇咧主日學內底去做服侍，我主要是咧服侍大專的學生。但是我甲這主日學這校長這迄個主日學的老師咧分享的時陣，阮有分享到一個觀念，就是阮所服侍大專的學生，其實就是因主日學才引帶出來了因到後落尾大專中心來繼續服侍因。當然，若要繼續服侍這學生，其實看咱一開始因佇教會主日學，還是講因佇迄個因的學青團契內底，因所受的造就，到大專的時陣，咱要安怎繼續服侍因？我有甲這個主日學老師提醒一個觀念咱要服侍這個囡仔到當時意思就是講，這個囡仔若要到伊大漢，到伊成長，當時較是成長，當時較是大漢，咱愛有一個界線。你袂當3歲甲伊教安尼13歲閣甲教，你到30歲你閣愛叫伊去教會，你閣愛叫伊去做濟伊應該愛做，但是無人甲提醒，伊就無要做的代志，這是有問題
所以阮伫咱的主日学的这个分享内底，阮就来分享讲，大专中心若是做一个事工的一个界线的话，其实这个学生阮分做3类。第一类就是因捌伫教会内底有生活的，因若来到阮中间，阮就随时要邀请因来做服侍，毋是搁要等人来甲因服侍啦。所以即款的思考对大专的事工，也是讲对这主日学的老师来讲，这是一个真明确的思考的方向啦。你若无即个方向，咱做咱的主日学，也是讲咱伫大专事工，拢想要走足紧但是根本就毋知要去佗。你的方向爱足清楚，就是你的囡仔爱大汉。囡仔若是要大汉，你的教导爱正确。若无你的教导若毋对的时阵，你毋知啥物叫做正确的方向。所以共款我记我伫进前咱富阳教会咧分享大专事工的时阵，我有讲起讲大专中心不管是伫关系健康、身体健康，也是迄个时间的管理财务理财的健康我拢有咧甲学生来服侍甲因教。但是甲因教毋是要讲因知影这个知识若定，因阁有法度实践。因若无法度实践的话，咱咧讲起迄个关系的健康。我捌甲阮的大专中心的学生分享我甲我的大汉后生的故事啦我有足侪对话其中一个就是阮大汉后生伊去到迄个幼稚园迄个大班的时阵佫入去到国校1年的时阵，伊捌甲我讨论一个伊拄着足大的困难。伊讲爸爸我足毋茫逐个拢会当介意伊啦。伊讲我足毋茫逐个拢会当介意我啦。我讲我知影，伊佫继续讲但是我毋知安怎做逐个较会当介意我啦。我就甲伊讲我知影你的毋茫是安尼，你希望逐个拢足介意你啦。但是我要甲你讲无可能啦。无可能啥物意思？无可能就是讲你若要毋茫逐个拢介意你，你就无法度活出你家己啊。逐个对你的看法，逐个对你的想法，对你的感受拢无共款。你敢有拄着伫你的身躯边内底足介意你的人有啦？敢有足讨厌你的嘛有呢？足介意你的，甲足讨厌你的，即两个人的看法若无共的时阵，你要安怎生活？所以面对介意你的人，面对无介意你的人，你拢爱做一件代志，活出你家己啊！你家己的感觉如何？你家己的想法如何？你若无安尼做的时阵，伫咧心理学内底当然我无甲我的囡仔讲遐尔深啦伫心理学内底有一款的理论，就是咧讲起，你若无法度活出你家己，你就会活出假你啦。面对你足惊吓的迄个人你会活出迄个假你来面对伊。若安尼，你一世人拢毋知影你家己的感受是安怎，因为你会惊。你面对人的关系，面对关系的建立，你会惊，所以你毋敢讲出你心内的感受，你毋敢换出你家己。所以我的囡仔讲，我知影你希望大家拢介意你啦，但是爸爸甲你讲伫我的经验内底无可能，无可能。有一件代志一定爱做。不管介意你的人，还是无介意你的人，因安怎对待你，你拢爱讲出你心内的感受。你拢爱好好甲因建立正确的关系，就是互你心内的感觉活出伫你的外口。毋好你无爽快，你也要当作你也要假做你真爽快。毋好你心内的感觉拢家己待伫内底，无恁的关系袂健康。所以咱伫咱的第一点，咧讲起关系健康的时阵，迄方向足明确呢。方向明确的意思就是讲，你若要真正甲人建立关系，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爱知影你家己是啥物款的人。你若毋知你家己是啥物款的人，你就永远无法度甲人建立关系。这是伊迄个幼稚园大班的时阵，我甲伊的对话啦。即款对话当然真趣味趣味的所在就伫咧讲，伊听我讲了，伊就甲我讲爸爸，我试看卖啊，我试看卖。但是伊讲迄个去到学校的时阵，伊拄着伊毋茫会当建立好关系迄个人的时阵，伊有缘会惊啊。我讲对，你会惊我嘛会惊。你迄个你虽然6岁7岁，爸爸迄个40岁，但是其实咱两个人生是差不多的啦。人生每一个人拢同款，咱面对咱所在的，要来去行，其实这需要练习啦。这毋是遐尼紧的代志。所以伫咱今仔日所领受经节内底。哥林多后书3章12节到18节这较济我特定爱家拆做细较细来慢慢行。伫哥林多后书3章12节到18节，咱依然要用经节
经文内底的思考来去反映咱家己身躯、咱的生活、咱家己所面对的生活的一个议题。因为圣经就是咱的方向，圣经所指出的方向就是咱应该行的路。所以咱都一直咧讲，其实方向比你的速度较重要。你速度足紧无效啦，你若速度足紧你唔知要去对，你一直行，一直走，一直拍拼，钱赚足济啊！迄个关系建立嘛足济，但是其实咱唔知咱家己是啥物款的人，咱唔知上帝安怎引带咱。所以伫哥林多后书3章12节到18节咱先看12节到13节。伊安尼讲，伊讲阮竟然有即号的愿望，所以真好胆来讲，我说是好下本无亲像摩西用被打伊的面，互以色列人袂通伫注目看到迄个伫衰退的结局。其实看到即段的时阵，咱可能爱有一寡迄个思考就是讲去回想即个段落，其实咧讲起的是出埃及记34章，摩西用被打伊的面，毋敢互以色列人来看。是安怎毋爱互因看？因为摩西的面伫发光啦。所以伊为着要卖互以色列人紧张惊吓，所以伊用被打伊的面，互以色列人袂看到迄个光。但是保罗伫哥林多后书讲即件代志的时阵，伊其实是反对的。想要讲伊会反对，伊反对的所在就伫咧讲，摩西用被打伊的面，互以色列人袂通伫注目看到迄个伫衰退的结局。迄个伫衰退的是啥？就是摩西啊。因为迄个面咧发光，但是迄个光敢是摩西家己发出来光？毋是呢，迄是上帝照伊，所以伊面才会发光啦。但是保罗讲摩西用被打伊的面，产生一大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毋知影摩西面的发光会消退去啊。所以伊用被打伊的面，结果以色列人毋知影讲摩西的光会衰退去，因掠准迄个光是对摩西发出的。若安尼？即阵人永远都毋知影，原来摩西面的发光是上帝的光，毋是摩西本身的发光。其实即个思考真重要，重要的所在就伫咧讲，今仔日我做我的囡仔的老爸，今仔日我做大专中心的辅导，今仔日我做我做一个牧者，我爱真清楚讲，我身躯所发出来的光，我所讲出来的这真理，迄拢毋是我的。我所讲出的正确的方向，我所讲出我对真理的认识，迄拢是上帝的引带，迄毋是我家己所发出的光。我的光会衰退啦。我甲我的囡仔讲人会死亡，伊问我讲你敢会死？我当然嘛会死。妈妈敢会死？妈妈嘛会死啊。安尼你拢会死吗？我讲毋是，阮拢会死，你嘛会死啊。咱拢会面对咱的死亡，所以若要面对咱的死亡，咱就要知影要安怎活出正确的生命，有意义的生命，无面对死亡，其实足绝望啦。所以咱若知影讲，咱的生命真有限，咱所身躯所发出的光，伊会衰退的话，咱就要引带咱身躯边遮的兄弟姊妹，咱的囡仔，咱的大专学生，因去照迄个阳光发出迄个来源，迄叫做上帝。所以第13节伊讲，无亲像摩西用被打伊的面，互以色列人袂通伫注目看袂得通注目看到迄个伫衰退的结局，以色列人无法度看到迄个伫衰退的结局，就是摩西的结局啦。伊的结局是安怎？伊的光会衰退，但是被打掉的，所以因看袂到。若安尼，14节伊继续讲，伊讲若是因的心变做硬，到伫今仔日因读旧约的时，迄个被犹原大地无掀开，即个被对基督就废去。若是到今仔日，不论什么时，因读摩西的册，被伊原搭伫因的心，都不论什么时，因归五主，被就除去。其实保罗咧讲起即个被后来造成的结局，就是因无法度认出基督。因咧读旧约的时，被伊原搭伫因的心无掀开，因无法度认出基督。但是即个被若是面对基督的时阵，就会废去。废去是啥物意思？废去意思就是因已经清楚，原来摩西用被打伫伊的面，造成因无法度认出基督的即个困难。但是因读旧约的时阵，迄个被佫打伫因的心，除非因去面对基督。所以讲，若是到今仔日，不论啥物事，因读摩西的册，被伊原打伫因的心，因看无摩西的册啊。其实这是摩西的好意呢。想要讲这是摩西的好意，因为摩西惊以色列人会惊啊。所以其实我的囡仔若甲我问讲，爸爸，
我希望吼会当得到大家人的欢喜。我可能会当甲伊讲啊，你本来就真好的囡仔，吼，大家拢足介意你啊，你毋免烦恼啦，大家拢一定足介意你的。其实我安尼讲的时阵吼，迄就敢若甲皮搭伫我的面共款。我家己嘛足清楚，要建立健康的关系，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你袂当去要求别人拢爱介意你啦。但是你一定要要求你家己爱活出真正的你。你若无法度活出你真正的你的时阵，你面对人的关系吼，你建立的关系拢毋是真的。别人会感觉出来吼，伊会知影讲啊，你甲我做伙，你甲我斗阵吼。但是你敢若假吼，你毋敢讲出你心内真正的感受。所以16节，多多不论什么事，因归恩主，皮就除去。当然，这个所在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啦吼。这逻辑的问题就是讲，到底是爱先除去皮，因才法度归恩主，还是爱先归恩主，皮才会除去？伫即个所在，伊所写的是，伊爱先归恩主，皮才会除去，才会当读有摩西的册。啊，那安尼以色列人真痛苦啊！是安怎讲真痛苦？因为因继续读摩西的册，因就继续无法度归恩主。摩西的册毋是讲要互因无法度归恩主的，是因为迄个皮啊，迄个皮造成摩西的册无人看有啊。这其实毋是以色列人的困难，这依然嘛是咱的困难。咱需要信仰归恩耶稣的时，咱才有法度认捌上帝的话。所以17节到18节继续讲，伊讲打主就是迄位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正人的面无大皮，亲像行倒着主的眼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眼光到眼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18节非常的重要，伊咧讲的就是咱的面无大皮，就亲像行咧倒着主的眼光，咱不过是行。今仔日咱若表现了真好，咱的生活过了袂歹吼，咱身躯边的人看见咱的身躯的眼光咧发出的时阵，咱一定爱甲因讲，这是上帝的眼光啦。我只是行哪定，行本身袂发光呢。啊，若行袂发光吼，恁对阮的学乐拢无效啦。迄拢是对上帝的学乐。我不过是行哪定，啊，那安尼人会谦卑，人会知影讲伊的本质是安怎。但是当伊知影伊的本质是安怎，伫保罗伫即卷册内底，伊所写的就是即阵人真清楚，迄毋是用摩西用皮大面的方式来去了解上帝的真理，是因真正清楚。对，当因归主的时阵，迄个主的眼光，互因的心中的迄个皮吼刻落来，认捌主的话。所以讲打主就是迄位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正人的面无大皮，亲像行倒着主的眼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眼光到眼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圣经非常的重要，圣经的话真做咱的方向的基础。所以咱若毋知影咱的方向伫倒的时阵，咱真正爱拍拼读圣经。但是拍拼读圣经吼，爱注意家己的心敢是有迄摩西的皮大条的。其实即款的思考吼，足困难。我是安怎会讲足困难？因为咱咧读的时阵，咱无想着讲摩西的皮敢是搭伫咱的心啦，咱无法度去检查嘛。所以当3章17节又讲出讲，你要安怎知影你摩西的皮敢有继续伫你伫甲你砍掉的吼？伊讲打主就是迄位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其实这个自由吼，敢若锁匙共款，伊是咧甲你抛开吼，讲确定讲你到底有法度读有上帝的话，还是无法度读有上帝的话。关键伫自由啦。我甲我的囡仔讲，你甲人的关系吼，你毋免烦恼逐个人介意你，还是无介意你。你若活出真正的你的时阵，你会感觉自由。你若伫关系内底有自由，你就法度活出你家己。活出你家己吼，这是你爱做的代志。自由会甲你讲吼，安尼做对。啊，若无自由的时阵，毋通安尼做。你爱知影讲，你安尼做，敢若摩西用皮搭伫你的面，你无法度活出真正的你。所以，这个自由，伊讲打主就是迄位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安尼，我要问在座的各位，恁敢有自由？咱的灵魂敢有自由？咱的关系敢有自由？咱的身体健康敢有自由？咱的财务时间敢有自由？阮伫大专中心伫教迄个财务自由吼，我感觉足困难吼，是安怎足困难？因为大专中心的学生，大专的学生大部分开的钱拢是因爸爸妈妈的钱啦吼，所以阮颠倒会当教导讲吼，咱来做时间的管理，因为其实时间吼比钱较贵啊。咱俩准讲时间就是金钱嘛吼，即句话是毋对的，时间比钱搁较贵。
若要做时间的自由、财务的自由的话，咱对时间来下手。当然，即款的思考是爱一步一步慢慢来，因为介济大专的学生拢会掠准讲，伊的时间足久的啦吼，伊的路阁足长的，所以伊可能阁有40年、50年、介久的、介长的路，无到100年吼，阁有介长的路通行。但是咱拢会提醒因啦吼，观察底死人，毋是底老人。观察若是底死人，毋是底老人的话吼，恁的时间其实伫上帝的手中啦。恁若无了解即件代志的时阵吼，恁毋嘛讲无财务自由，恁的时间嘛无自由，因为恁的时间吼拢会行乐，可能伫咧拍电动，吼，可能伫咧做其他的代志，咧浪费遮的时间，浪费遮的时间吼，会得到上帝的处罚，你会失去自由。所以不管伫咱咧讲关系自由、财务的自由，还是身体健康的自由，自由敢若锁匙啊！咧提醒咱讲，你敢有真正认捌上帝的话？你若认捌上帝的话，你会知影上帝安怎创造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功能，你安怎食，你安怎困，你拢知影要安怎做。迄你的身体就会得到自由。若是财务的自由共款，我咧讲起迄对时间的看法是连做伙的。你若是知影时间的奥秘的时阵，时间吼会伫你正确的对待的顶面得到自由。讲一个足简单的例。我著甲我的大专的学生咧讲起，恁的时间吼用伫对，恁著诚做啥物款的人？你的时间吼若开伫迄咱咧讲打发时间吼，你著诚做一个无意义的生活的人吼。你毋知影你的生活意义伫倒落，逐工的生活你拢会感觉想办法打发时间，吼手机摕起来，著2点钟、3点钟就无去。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工的精神拢真短呢，吼每一个人每一工的注意力吼，因拢真短啦。所以你若是2点钟、3点钟的注意力的话，你甲这2点钟、3点钟吼，你摕一半的时间去看册，摕一半的时间去运动，摕一半的时间吼，甲恁厝里人好好斗阵，迄拢足重要。但是你若无安尼开你的时间的时阵，你的注意力拢开伫迄个所在，你迄工就无去啊。你每一工安怎过生活，你一世人就安怎过生活，迄是累积起来。所以包括关系的自由、时间也是财务的自由，也是身体健康的自由。方向比速度较重要，就像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但主就是迄位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上帝的神若伫你中间，伫你的内面的时阵，你的身体健康会有自由，你的财务时间的管理会有自由，你的关系的建立会有自由，因为上帝的神伫你内底。但主就是迄位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正人的面无搭配，亲像行倒着主的眼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眼光到眼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一个正确的教导，亲像咱做一个大专的辅导，也是讲咱伫咱的教会做一个教导者，咱咧教导咱的囡仔，吼，咱遮的学生。你若是要做一个正确的教导者，你要真清楚，你不过是行哪定。你所教导的，拢是对上帝的对错。上帝的眼光若照着你，你有法度发出眼光，你只是行，你要引带你身躯边的人去认捌迄个眼光的来源。这是咱咧讲起方向比速度较重要的所在。我教导遮个大专的学生，你毋通学我。虽讲我可能迄个生活阁过了算袂歹迄个太太囡仔拢抑阁健康，我家己嘛是注意我的身体，我会注意我的时间的安排。但是你毋通学我，啥毋通学我？因为你爱甲上帝建立关系，家己去追找上帝对你的引带。上帝对每一个人引带拢无共款，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想法也拢无共款。但是不管如何，每一个追找上帝引带的人，因拢真清楚，迄是对眼光到眼光。上帝的眼光照着我有法度发光，但是我只不过是行哪定。你的光会当照着身躯边每一个人，会当照着这个社会每一个角落，甚至咱厝里的人，嘛因为你身躯所发出的眼光，来感受到上帝的临在。但是你要真诚实对因讲，我不过是行哪定。我若是行，上帝的眼光照着我。感谢上帝的恩典，但是恁家己也嘛爱去面对这个眼光，对眼光到眼光，人才会得到自由。毋望咱伫咱大专中心的遮个事工的分享，以及特定咱的影片，也是咱的学生的分享，有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就伫咧讲，人面对人，拢爱活出伊的家己。因为上帝创造伊的身体，也创造伊的灵魂，伊内底的灵魂非常的重要，袂当无听伊灵魂所讲的话。
所以，伫咱的大专的事工，也是咱的教会宣教的事工，咱的教会对咱的兄弟姊妹的培养，迄拢是对眼光到眼光，要互每一个人面对上帝来的眼光。咱做伙来祈祷。上帝，当你的光照阮的时，阮的心就得到自由。阮真清楚，阮会当得到自由，会当透开这压迫，互阮会当得到透放。这是因为你的话伫阮的心内，藏伫阮的心，刻伫阮的内底，帮助阮正确来明白你的话，互阮对你的对错正做方向。真清楚，阮人生的方向伫对，毋是阮真烦恼，阮走输别人。阮无要走赢别人，阮嘛无要甲别人比拼，要甲别人比赛，谁的钱较大，谁的厝较大间，车较大台。但是阮真清楚，上帝你引带阮，互阮的身体得到自由，互阮的财务得到自由，互阮的健康得到自由，阮的关系得到自由。这是因为你的神伫阮中间，互阮会当超出你对阮的引带。虽然阮的生活有阳光，也是无阳光，但是不论如何，阮拢注目迄个阳光的来源，就是上帝你本身。互阮伫即款的生活内底，不管是阮伫大专中心的宣教，阮的团契的培养，也是阮伫厝里的生活，这拢是同款重要。同款重要，就是将上帝的话活出伫阮的生命中间。不管阮伫教会、团契、小组，也是阮伫阮的公司、学校，甚至是阮伫阮的家庭、甲阮的厝边生活的时。即款的阳光要继续照伫阮，阮要继续发挥镜的功能，将上帝的阳光倒照伫阮身躯边每一个角落，继续带领阮。我来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